弟兄3人都上了山，炸坏了我的大哥叫个刘泰，又炸坏我的二哥叫刘平，把本宫我按到闸口以内，多亏了5000岁禀报事情，我母娘听错一言心中害怕，她没做去年跑出养老宫，奉诏伸到闸头以内，老皇兄他叫得有5说声，3个儿子你炸2个，我的老皇兄难道说你不留后一人送终？只说的我得扶他两眼落泪，才救下本我残留用脑。